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初8，咱做伙来读但以理书第6章到第9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本。第6章，大流士照伊的想法，设立120个总督治理全国。伫因的顶面，阁设立3个总长，其中一个是但以理，监督遐个总督。遮免王过头操劳。但以理因为有非常好的灵性，比其他的总长甲总督较杰出，所以王要指派伊治理全国。因为安尼，其他的总长甲总督伫各种的事务要找但以理的空帮，通甲伊控告。毋过，因找无伊有啥物空帮也是假信，因为伊忠实可靠。遐个人就参详讲，除了对但以理遵行伊的上帝律法以外，咱袂当找到甲伊控告的理由。这个总长甲总督相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皇上万岁！全国的总长、总督、省长、县长甲顾问做伙参详，要请皇上降旨，宣布一个禁令：30日内，除了王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神明，也是对人祈祷，就甲伊ฮ็落西ฮ็。皇上，请你制定签署这条禁令，人就袂当改变这个命令，因为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签署过的法令袂用得改变。大流士就伫这个禁令签署。但以理听到王已经伫这个文件签名，就倒去厝里。伊楼顶的房间有窗仔开往耶路撒冷，伊照常一日3遍，跪地向上帝恳求感谢。遐人斗阵去但以理遐，看到伊跪地向上帝祈求帮赞，就搁来见王，对王提起禁令的代志，讲：皇上，你敢毋是有签署一个文件，规定30日内，除去皇上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神明祈祷，也是对人恳求，就甲伊ฮ็落西ฮ็。王因讲：确实有，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这个法律袂用得变更。因就对王讲：皇上，迄个受掠的犹太人但以理无尊重王，无遵守你签署的禁令，伊竟然一日3遍祈祷。王听了非常烦恼，想要救但以理，规日在想办法。后来，遐人搁相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皇上，6月7日，照米底亚人甲波斯人的法律，王颁布的禁令甲法律袂用得改变。王就下令掠但以理，甲伊ฮ็落西ฮ็。王甲但以理讲：你伫咧何西的上帝一定会救你。有人搬一粒大粒石头，甲西ฮ็的喙踢地，砍王印甲大神的官印，甲西ฮ็封起来，互但以理的案件袂当有啥物改变。王倒去王宫，规暝禁食，无要互人引走入去。迄暝王困袂去。隔日，王透早起来，赶紧去西ฮ็遐。伊倚近西ฮ็的边仔，伤心叫但以理讲：用我上帝的仆人但以理，你尽忠服西的上帝有救你无？互西加无？但以理讲：皇上万岁！我的上帝有派使者甲遐个西的喙封起来，无甲我伤害，因为我伫上帝面前是无辜的。皇上，我嘛无做啥物伤害王的代志。王非常欢喜，就吩咐人将但以理对西ฮ็救出来。但以理对西ฮ็出来，规身躯拢无受伤，
因为伊挖克伊的上帝，王命令将遐控告但以理的人甲因的某囝拢掠起来，甲因杀了塞赫。因要袂到塞赫的顶，塞就因打去，夹碎因的头骨。后来，大流士通过全国，无论倒一个民族、倒一个邦国，讲倒一款语言的人民，讲愿恁平安富足。现在我降旨，我统治的全国人民，恁拢着敬畏但以理的上帝，伊是永远的上帝，永远存在。伊的国永远袂消灭，伊的王权永远存续。伊讨棒，伊拯救。伫天顶地上行新业奇事，伊解救但以理，将伊对狮的喙救出来。但以理伫大流士甲波斯人塞罗斯在位的时，事事亨通。第7章，巴比伦王贝沙沙第1年，但以理在困的时，梦到一个梦，头壳内面出现一个异象，伊就甲梦的内容写起来。但以理写讲，我伫眠时看到一个异象，天的四面忽然起大风，搅动大海，有4只形状拢无共款的大只野兽对海入起来。头一只亲像狮，有鹰爪的翅。我拄在看的时，伊的翅互人爬起来，毋过有人甲伊对涂骹扶起来，互伊亲像人两只骹徛地，佮互伊有人的头脑。我佮看到第2只兽，亲像熊，半久变半徛，喙齿甲3支扁仔骨。有人大声甲伊讲：“起来，肉出在你遮。”我佮看到一只兽，亲像豹，脚趾边有4支鸟仔的翅，伊有4个头，佮有冠柄。我伫眠时的异象中，要在看的时，第4只兽出现，伊看起来真可怕，真恐怖，佮真凶猛。伊有大支铁的喙齿，会吞食拆喙，食无了的就用骹吞打。伊甲头前迄几只野兽无共款，有10支角。我咧观察遐个角的时，忽然对迄中间发一支细支角。这支细支角甲迄10支中间的3支连根拢爬起来。这支细支角有亲像人的目睭，有讲大声话的喙。我拄在注意看迄个异象的时，看见有摆好势的宝座，对万古以前就存在迄位坐伫遐。伊的衫亲像细叶白，头毛青白，亲像油毛。伊的宝座是火焰，宝座的链仔是炎热的火，有火亲像河流对宝座流出来。后山以下有层层，事后以下有慢慢。伊要开庭审判，案件的册卷已经拍开。因为迄支角在讲大声话，我就注意观察，看到第4只兽互人刣死，身躯毁坏，互人血肉火烧。其他遐兽因的关系拢消失，毋过因夭寿稳准，会当活到所定的期限。我搁伫暗时的异象中注意看，看到一个亲像银子的对天顶坐云落来，互人带到对万古以前就存在迄位的面前，领受权柄、荣耀甲王权，各族、各邦族，甲讲各种语言的人民拢服侍伊。伊的权柄永存袂消失，伊的王权一定袂受毁坏。我但以理因为看到的异象，心真忧伤不安，就行挖去一个在事后的人，问伊关系这个异象的意思。伊就解说互我知，伊讲，迄4只大只野兽是倒要对世界兴起的4个王，毋过至权者性的子民要得到这个国，世世代代掌理王权。
我爱买搁较实知第四只兽的意思。伊甲迄三只兽无共款，伊非常可怕，用铁的喙齿吞食，用铜的咬拆喙，搁用骹吞踏食剩的。伊的头有10支角，后来搁发1支角，其中的3支角伫这支角的面前落落来。这支角有目睭，喙讲大声话，伊的形状比其他的角搁较可怕。我搁看见迄支角甲神的子民交战，甲因拍败。毋过对万古以前就存在迄位未来教，替至关者神的子民伸冤，神的子民得到国度的时间就到。迄个在事后的人甲我讲，第四只兽是支倒要对世间兴起的第四个国家，伊甲其他的国家无共款，要吞食、拆喙，并吞全世界。迄10支角就是对伊的国维有10个王，后来搁兴起一个甲以前的王无共款的王，要推翻其中3个王。伊讲话着对至关者压制至关者神的子民，搁想要改变这期甲律法。神的子民为交伫伊的手头，经过一个时期，搁2个时期，搁半个时期。毋过至圣者一个开始审判，这个王的主权要受剥夺，为永远受毁坏、消灭。至关者为将权柄、王权甲天的列国的统治权赐予伊神的子民。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世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拢会服侍顺服伊。这个事到这为止，我但以理想了真惊吓，面变色。我将这个事藏伫我的心内。第8章，伯沙撒做王第3年，我但以理看见第一个异象了后，阁有一个异象对我出现。我看见家己伫伊兰省的苏珊城堡，徛伫乌来河边。我举头一个看，看到一只绵羊徛伫河边，伊有2支长的角，其中一支比另外一支较长，迄支落尾才发出。我看见迄支绵羊角五西五北五人在踏，无一只动物挡伊袂牢，无一只会当惊闪伊的威力。依照家己的意思行来行去，耀武扬威。我还在想的时，阁看见一只山羊角对西边来，行透全地，骹无踏着土。这只山羊角伫伊2蕊目睭的中间有一支真显目的角，伊去我拄则看到，徛伫河边有2支角的绵羊角遐，对伊发生气，大力撞去。我看见伊挖滚迄只绵羊角，气噗噗甲踏甲绵羊角2支角拢断去，无力通反抗。山羊角甲绵羊角弄倒伫涂骹，搁直直甲伊吞踏，无人会当甲伊解救。这只山羊角愈来愈苍手，到伊上勇壮的时，伊迄支大支角断去，对迄支角原来的所在，天的4个方向发4支真显目的角，对迄中间的1支角，搁生1支细支角，南东肥搁水的地，愈发愈大支，大甲拄着天顶万象，会当将天顶万象甲星神摔落地面，甲因吞踏。伊自高自大，想讲家己会当甲天上的元帅比拼。伊禁止人逐日献祭予天上的元帅，搁毁坏元帅的圣所。伊强迫神的子民伫逐日献祭的事犯罪。
伊阁将真理迄伫涂骹，这个事伊拢做了真顺利。后来我听见一个圣者伫讲话，阁有另外一个圣者对头一个圣者讲：逐日着献的祭受禁止，互地荒废的罪，圣所甲子民受吞达。这个异象伫时会实现。伊甲我讲，过2300年日，圣所就一定会得到洁净。我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，拄想要知迄个意思的时，忽然有一位亲像人的款式徛伫我的面前，我阁听见乌来河遐有人的声话讲：加别咧，着互这个人明白这个异象。伊就来我徛地的所在，伊一个教我真恐慌，面趴伫涂骹。伊甲我讲：人啊，你得了解，这个异象有关历史的终局。伊对我讲话时，我昏倒，面黄涂骹。伊甲我摸，甲我扶起来。伊讲：我甲你指示上帝停止发大生气的时会发生的代志。这甲上帝所指定历史的终局的时间有关。你看到迄只有两只角的绵羊港，是指米底亚王甲波斯皇帝。迄只山羊港就是希腊王，两类目睭中间的大犄角就是希腊第一个王。关系大犄角转去，佮对角的下面发四个角出来，就是有四个国要对迄个国生出来。毋过势力拢不比迄个国。这四个国到末期罪恶灌满的时，一定会有一个王兴起，伊面貌凶恶，诡计多端，伊的权柄非常大。毋过，毋是因为伊家己的才调，伊会造成非常大的毁灭，会当照家己的意思顺利进行，佮会毁灭有权力的人甲性的子民。伊真奸诈，熬用诡计，互伊要做的事顺利进行。伊自高自大，为趁人无方便的时，害死真侪人，佮要起来敌对万王的王。毋过，伊会互超过人能力的溃力，甲伊消灭。以上所讲2300年日的异象，拢会发生。毋过，你着保守这个秘密，因为这关系将来真久的事。因为安尼，我但以理非常野心，破病几6日，后来才起来办理王交代的证书。我因为这个异象惊吓困扰，因为未了解异象的意思。第9章，米底亚人亚哈随鲁的囝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第1年，就是伊做王的元年。我但以理伫经典读到上主启示先知耶利米关系要率领为荒废70年的记载。我就向主上帝祈祷，恳求金者穿麻衫，三恢复对伊求问这个事。我向上主，我的上帝祈祷，认罪讲：主啊，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守约是慈爱，互所有听你遵行你诫命的人。我有罪，行不义的事，做歹背叛你的诫命甲规例。你的仆人正先知捌奉你的名对阮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甲全国人民讲话，毋过阮拢无听读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阮遮的犹大人、耶路撒冷子民，以及互你赶去远近达国的以色列人民，对古早到现在拢同款自处见效，因为阮背着你。上主啊，阮甲阮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有得罪你，直到满面见效。毋过，虽然阮背叛你，毋听你的话，无顺趁你通过你的仆人正先知对阮宣布的律法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你要求充满慈爱，佮一直赦免阮
阮所有一切人有违反你的律法，偏离，毋听谈你的话，所以你的仆人摩西的律法所记载的咒诅，甲上帝立誓要降的灾祸，就摒伫阮身上。阮实在有得罪你。你有实现你对阮甲统治阮的官长所讲警戒的话，互大灾祸临到阮。耶路撒冷受到的是天的无一个城市捌拄到的灾难。你互摩西律法所记载的灾祸，拢临到阮身上。毋过，阮竟然无恳求上主，阮的上帝施恩，互阮活转身离开罪恶，明白你信息的话。对安尼，上主决意互灾祸临到阮，因为上主阮的上帝所做拢是公义。毋过，阮无听谈你的话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你要用大权能的手带你的子民脱离埃及。伫迄时，你就显出甲今仔日同款的名声。毋过，到今阮还得犯罪做歹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无互你极大的生气，搁临到这个城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。因为耶路撒冷甲你的子民，为着阮甲阮的祖先的罪过，受周围的人凌辱。阮的上帝，但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。主啊，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，看顾你荒废的圣所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耳空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开你的目睭看阮遐个趴远的土地，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。阮向你祈祷，毋是靠家己的好行为，是因为你丰富的慈悲怜悯。主啊，求你听；主啊，求你赦免；主啊，求你采取行动。我的上帝，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，毋通延迟，因为这个城、这个子民拢是你的。我继续讲话祈祷，承认我甲我的同胞以色列的罪，为着我的上帝圣山，上主我的上帝恳求。我拄伫祈祷的时，拄则伫异象中看见迄位加百列，大约伫献会用节的时，真紧爬来我遮，伊甲我解说讲：但以理，我现在来是要互你完全明白。你开始祈祷的时，上帝就命令我来甲你讲，你是上帝所疼的人，所以要注意这个信息，了解这个异象。上帝为着你的同胞甲圣城指定一段时间，就是70礼拜。迄时，恁无过背叛，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永远的公义开始实践，异象甲预言得到应验。搁再甲至圣所抹油，所以你着清楚了解，对下令订建耶路撒冷到受抹油选立的领袖出现，这中间就有7礼拜，佮经过62礼拜，耶路撒冷以及伊的街路甲河沟画伫艰难的中间经建完成。62礼拜过了，受抹油选立的领袖未受征途，无人削减伊。后来有一个王会带军队来毁灭这个城甲圣所。伊的结局会亲像大水冲来，搁会有战争，最后逐世界拢变做趴远。伊会伫一礼拜内甲真侪人结盟，伫一礼拜的一半禁止人上帝献祭甲奉献礼物，搁将可恶为造成毁灭的物踩伫圣殿，直到指定的结局实现伫迄个毁灭者身上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但以理书第6章到第9章。